全書總結：做天下最酷的生意，圍繞 Facebook 創始人馬克·扎克伯格的創業軌跡與37條人生忠告展開。作者雷正將心理學視角與商業案例交織，為讀者呈現一份兼具故事性與操作性的成長藍圖。以下從結構、核心思想、方法論、典型案例及啟示5個層面進行總結。1. 全書脈絡：37條忠告的體系化呈現。作者把扎克伯格在關鍵節點的抉擇拆解為37條可操作的行動指南，並以6大主題進行編排。1. 酷的起點：決定論與自我信念。2. 成功的捷徑：長期主義與複利思維。3. 不完美：允許試錯與直覺決策。4. 最小可行產品：快速迭代與精益創業。5. 心流與情商：內在驅動力與團隊協同。6. 持續進化，在變化中守住初心。這一結構既遵循創業週期，也暗合心理學對動機、情緒與能力發展的劃分。2. 核心思想：什麼是酷的生意？1. 先決定做一件酷的事，再決定怎樣賺錢。扎克伯格在哈佛宿舍裏寫下 Facebook 的初衷並非逐利，而是讓世界更開放、更連通，賺錢只是副產品。以興趣與價值創造優先於金錢。作者多次強調賺錢不是目的，創造價值才是目的，引導讀者把個人熱愛與社會價值對齊。3. 以心理學為底層語言，書中將心流、自我決定理論、認知失調等概念化為通俗故事，提示讀者幸福感來自挑戰能力匹配的心流體驗，而非外部評價。3. 方法論：從想法到生態的6步法。1. 決定論：先做決定，並相信你能。作者指出，行動會反向塑造信心，決策本身就是邁向可行的第一步。2. 複利思維：偉大的事業沒有捷徑，跑多快，變多大，決定你有多強。此處借用投資學中的複利概念，提醒讀者把時間納入商業模型。3. 最小化與快速迭代：把創意用最簡單的方式、最快的速度實現出來。書中以 Facebook 的只做核心功能策略說明 MVP 的威力。4. 二步學習：利用好時間，你學到的技能勝於大學課程。作者鼓勵讀者通過項目驅動學習，而非被動知識堆積。5. 情商與團隊：每一個成功的創業者都要有必要的情商特質。扎克伯格在招聘、激勵和危機管理中的做法，展示了同理心與願景並重的重要性。6. 生態思維：兩件事你需要時刻關注，保持現有的和持續發展。書中將 Facebook 的開放平台戰略視為典型案例，提示讀者單點突破之後要轉向系統競爭。4. 典型案例：故事背後的底層邏輯。1. 達爾文與進化論：作者在酷的起點章節引用達爾文在航行中捕捉靈感的故事，說明酷的本質是好奇心驅動的深度沉浸。2. 創造力與舊教條：在最小可行產品章節，作者借創造力與舊教條的對峙，提示讀者勇於打破既有框架，以探險者姿態進入新市場。3. 危機中的情商：保持現有的和持續發展。1章討論企業在危機中如何兼顧短期生存與長期創新，引用扎克伯格在隱私風波中的應對策略，強調透明溝通與快速修復。5. 啟示與個人行動計劃： 1. 把酷作為篩選標準，在職業選擇或項目立項時，先問自己這件事是否足夠酷，再評估收益。2. 建立心流回路，設定具有挑戰的目標技能匹配區間，通過專注、即時反饋與適度風險進入心流，提高效率與幸福感。3. 採用 MVP 思維，將宏大願景拆解為最小可驗證步驟，用快速迭代收集數據，修正方向。4. 投資情商與網絡，持續練習同理心、衝突管理與跨文化溝通，打造高信任度團隊。5. 設計複利系統，把時間納入商業模型，關注用戶、知識與人脈的長期累積效應。結語：在不確定時代打造不變能力。作者在序言中指出，萬變時代的不變能力是自我驅動、快速學習與價值創造。做天下最酷的生意，以扎克伯格的實踐為鏡，將心理學原理、商業方法與個人成長融合，為讀者提供了一條從想法到生態的路線圖。
真正的學生意並非高調炫技，而是用興趣驅動的心流，以複利思維累積價值，並在不斷試錯與迭代中，與世界建立更開放、更緊密的連接。應用篇：要把做天下最酷的生意真正落地，可按價值、行動、生態、專注、環境、迭代6步走。1. 先確定酷的價值坐標。扎克伯格的核心是讓世界更開放、更連通，賺錢只是副產品。在個人或團隊層面，先問自己：我真正想解決什麼問題？若答案不足以讓人熱血沸騰，就繼續打磨，直到它足夠酷。這一步可寫進一份100字使命宣言，貼在桌前，時時校準。2. 把宏大使命拆成37條可驗證的小行動。書中將扎克伯格的關鍵抉擇歸納為37條行動指南，任選一項大目標，例如1年內推出一款產品，立即拆成37個可量化動作。第1天完成用戶調研，第7天拿出 MVP 設計稿，每完成一項打剔，把進度公開在團隊看得到的地方，用儀式感鞏固執行。3. 用平台思維構建開放生態。扎克伯格寧可犧牲短期收入，也要給外部開發者完全平等的 API 權限。我們在工作中同樣應少做封閉式帝國，多做生態樞紐。方法是把重複出現的內部工具開源給團隊，建立 API 或知識庫，讓其他部門能自助獲取資源。凡是能被別人服用的功能，一律文檔化、接口化，讓組織整體效率提升。4. 以專注力守護初衷。面對多線任務，扎克伯格拒絕出售公司，只因擔心分散對初心的專注。個人層面，用2小時法則，每天留出連續2小時，只處理最重要的創造任務，其餘時間用於協作或學習。若有人打擾，用抱歉，我正在專注設置檔架，讓大腦進入心流，產出會呈幾何級數增長。5. 主動選擇上行電梯式環境。環境像看不見的刀鋒，會雕刻人一生。若想培養某種能力，就去和擁有該能力的人同處。具體做法：一加入線上或線下社群，例每週參加一次創業分享會； 2. 找一位導師，把他的工作方式複製過來； 3. 把辦公室佈置成靜音區，減少碎片化交流。文化資本由此累積，個人成長被加速。6. 用複利思維持續迭代。書中強調長期主義與複利效應，產品、技能、人脈都是如此。每週復盤，我今天哪一步能帶來1%的改進？把成功經驗沉澱為模板，失敗經驗寫成警示錄。一季度結束時，回看最初的 MVP， 應能看到40%以上的迭代幅度。通過以上6步，書中的理念不再停留於勵志故事，而成為可執行的方法論。先讓靈魂酷起來，再用系統拆解平台心態、專注力、優質環境和複利機制，把理想推成現實。真正的酷生意從來不是炫技，而是在時間複利中持續創造價值。金句篇：從一開始，我想做的東西就可以不值錢，但它必須酷。當你可以參與其中的時候，就不要浪費時間去研究它，除非開始行動，否則再高明的點子也沒有意義。行動造就的神奇效果常常被人們低估。決定論：先做決定，並相信你能。長期主義與複利思維，偉大的事業沒有捷徑，跑多快，變多大，決定你有多強。最小化與快速迭代，把創意用最簡單的方式、最快的速度實現出來。2步學習，利用好時間，你學到的技能勝於大學課程。情商與團隊，每一個成功的創業者都要有必要的情商特質。生態思維，2件事你需要時刻關注，保持現有的和持續發展。